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非常漂亮、很善良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三明碧。因为三明碧很漂亮，有2个年轻人很喜欢她。一个叫就是你们家的，另一个叫念读书。他们都想得到三明碧的爱。三明碧，我爱你，请你交给我。三明碧，我是最勇敢的瓦拉尼战士，嫁给我吧！你们2个都很好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三明碧，跟我在一起吧。给我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三明碧，不要走！伟大的主管，请您帮帮我，我好爱三明碧，让大家给我吧。三明碧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她最喜欢漂亮的动作。哇，好漂亮的一块布啊！哇，这好漂亮的一块布啊！那是你们家人吗？我要想这个办法，我不能让他想得到这块漂亮的布。啊！你为什么要烧我？你别讲给我听，这块越漂亮的布。什么？这就是蜘蛛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儿子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感谢来不开心呢？而且跟我说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念读书慢慢的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爸妈。儿子，来我们去哪里看看？月啊，很开心，我们帮你想办法。念读书带着他的爸妈一起到事情发生的地方，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漂亮的蜘蛛网。爸爸妈妈，我在这里，我刚刚在这里建造。哇，好漂亮的蜘蛛网啊！真美丽。虽然很美丽，可是那都是蜘蛛网。念读书的妈妈看到他们的儿子很难过，决定要想个办法安慰他。他们开始一起观察蜘蛛如何做蜘蛛网，思考该怎么做事。一个一模一样漂亮，但是不容易有破的蜘蛛网。
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年度瓦苏的妈妈学习蜘蛛的方式，用她白色的头发变成一颗一模一样漂亮的蜘蛛网。儿子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！儿子，那就送给相机吧。好，我要送给他。我将再去找他。小明币，我将送你一个礼物。真的吗？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！我喜欢，谢谢你。我爱你。年度瓦苏，我也爱你。最后，三明币和年度瓦苏结婚，他们两个开始跟年度瓦苏的妈妈学习做蜘蛛网，并且跟大家介绍这个漂亮的东西。因为蜘蛛网的瓦拉尼油是粘土地，所以他们都称这块漂亮的部位粘土地。